先善巧观察师，中间善巧依止师，最后善巧学易行，此人必将取正道。如果信于一位具有功德、具有一切功德的殊胜，善知识，依止师应当不顾惜生命，就像长地菩萨依止法性菩萨，大智者那罗巴依止圣者跌罗巴，弥勒日巴尊者依止马尔巴尊者那样。长地菩萨是如何依止法身菩萨的呢？从前长地菩萨寻求智慧波罗蜜多法门时，一次在一片旷野上，从空中传来这样的声音，长地菩萨的故事。那长地菩萨的故事主要就是在那个般若八千颂里面，在佛经的般若八千颂里面也有，而且是长地菩萨的故事，很多里面都是有讲长地菩萨的故事，所以平常也是大家都应该有听到，但这个里面也是有提到了一点点。善男子前往东方，将会听闻到智慧波罗蜜多。不要在意身体劳累、昏沉睡眠、寒冷炎热、百住黑夜，也不宜左顾右盼，应当勇往直前。不久你就会获得智慧波罗蜜多的经典，或见到亦有智慧波罗蜜多法门法门的说法比丘。那是好的。那个时候，善男子，你依于此圣者前听闻智慧波罗蜜多，对其生起本思想。那意思就是你就是那长地菩萨呢？为什么叫长地菩萨？他经常都是苦。为什么苦呢？就是没有得到佛法，没有得到智慧波罗蜜的，他就是为了这个痛苦，为了长期流那个眼泪，然后就是长期苦，所以就是叫长地菩萨。然后他在非常痛苦的这种内心里面，就是没有其他任何想法，只要得到佛法，只要得到那个智慧波罗蜜多的佛法，这样的时候呢，空中传来了一个声音。那这些故事，如果是就从一般的人听一听的话，就有点就是神话故事一样的，可能是就真实的这个怎么说呢？世界上应该不会发生的，以这种的想法是会有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实践人是充满烦恼的心，所以内心当中不可能会有这么真实的这种信心感。追求佛法，或者是追求，就像比如说智慧波罗蜜多这个法门是很殊胜，知道这样，但也是并没有大家觉得这个很殊胜，有这种的想法的话，都已经是很不错的。但是这个上面呢，就是很难可以能够升起说，我一定要在一生当中怎么说呢？那个付出一切的。怎么说呢？那个代价，我就必须得要得到这个法。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从内心里面有做到这样的人没有。如果有的话，那肯定你的前面也会出现菩萨，而且空中也一定会出现声音，就是说就是要叫你去哪里会得到什么。但是这样的人是很少有的，所以就平常人来看到这些故事，应该是一点点神话故事的这种感觉，但实际上这些都是真实的故事，而且是非常殊胜的。我们就这样去理解不然我们觉得这些可能是菩萨们的故事，所以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或者我们怎么可能做得到这样？有这种想法，做不到是事实的。因为就是众生就是充满烦恼的，没有办法那么的怎么说呢，重视。如果是你能重视的情况下，人也一样的做得到的。很多众生为了一口饭也是不要那个怎么说呢不顾生命的有这种的事情也是经常
就是很多到处地方人也好，其他的动物也好，都是就是一说出来，生命是很珍贵，而且是很重要、很殊胜的。但是为了某种达到自己的一种需求的一些怎么说呢？那个欲望上面来说的话，生命都算不到什么。所以就这种事情也是有，但这种来说的，因为众生的这个无明，所以众生只是需求自己的一个短暂的一些快乐感，短暂的一些欲望所以说的达到这个欲望，所以就是不顾一切的去努力去做一切事情。但是呢，为了佛法，为了要达到究竟解脱感，究竟的这个怎么说呢？圆满的佛果就大多数的众生来说的话，就做不到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只有就真正的修心的这些人才是做得到的。那么这些所有的修行都一开始都能够可以做得到，一开始都是非常殊胜的跟我们不同的吗？那也不是。同样的人，就像今天这个下面也是会有那个密勒日巴尊者的这个医治马尔巴尊者的故事。但这一样就是在更怎么说呢？那个细微的这个解释里面呢，就是密勒日巴尊者他自己对他的弟子说过的一样的道理。弟子们觉得你是很殊胜的佛菩萨的化身那么密勒日巴尊者说，我什么都不是，我一开始是造罪业最重的一个人，但是努力修行精进修行才会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成就。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在努力的情况下一样得到。就像长毗菩萨在空中传来了声音，就指他的方向前往善男子前往东方，就能够可以得到这个智慧波罗蜜的。这个呢，就是不要管是我白天要怎么说呢？那个要走，晚上停下来，就这样，你就不要分白天跟晚上你就不要看左，不要看右，一直往东方。你不要顾你自己的劳累或者是身体的疲累什么等等的那种怎么说呢？自己的辛苦等等，这些都放下。这就是叫做放下一切，只想要往东方寻求智慧波罗蜜多。但这个时候你就是有一天会碰到一个智慧波罗蜜多的一个经典，或者是能够讲智慧波罗蜜多的一个人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就是在过的什么样子的生活，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行为，你都不要去顾及这些，你只把当作上师来看，然后就是好好的就是学习，就这个意思。并且恭敬正法，其乎依止而行，如见其享受五种妙欲，也因了之，宜乃菩萨之善巧方便，不因不起信心。如果是看到他就是享受五种妙欲的这种怎么说呢？生活，那五种妙欲大家知道吗？是声响触香味触，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本身就是在轮回的这个根源嘛。我们的轮回的根源，我们本身就是在贪心贪执在这个五种妙欲上面。所以就是作为一个修行人，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必须得要尽量断除这些，对吧？我们要这个是所断止的行为。但是你看到的这位上师呢，就是在一天到晚就是在享受这种五种妙欲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情况下，你也不要起任何烦恼心。那么在这些方面，从佛教的很多的这种观点，从小乘大乘这个密乘有很多不同的概念跟不同的这种怎么说呢？那个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概念跟行持的方法。那么这些来说呢，就是从有些方面就必须得要知道，
那么就是在这个上师善知识们有智慧，那么就是智慧来说到，就是超过我们这些世间人的智慧范围，就是有善巧方便的法门，摄属各种不同的弟子，各种的众生，然后度化各种的众生的这些善巧方便，那就是要进行升起这种静观心来能够可以对治，这个意思啊。那这些平常来说的，就是自己也是必须得要提醒自己，因为就像常地菩萨一样，就要这么坚定的一个心的一位上师，一位修行者，他如果是遇到了这个讲智慧波罗蜜多的这位上师的时候，从我们一个世间人的角度来说的，那这里根本就不需要提醒说，你到时候呢就是不要对他起烦恼心，你到时候呢就是不能对他不起信心，你必须得要对他要起信心，然后把他当作上师。这些话是好像对像他们两者一样的之间来说到，就上师跟弟子都是有这么圆满。那么八信菩萨来说的，那就更不用讲这么圆满的菩萨，然后常地菩萨也是一样的，这么殊胜这么圆满的菩萨，那根本就是他们两者之间就不会有这些的问题，所以就那么空中的声音也是可能多余了，好像就是讲很多的这种的想法嘛，也可能也可以起到这样的想法嘛。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这些一切菩萨的这些故事都是讲给我们听，那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就是一个修行人，我们充满烦恼的一个人。那我们呢，就是以我们自己的层次，那么现在的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要有什么样子的心态去面对一个怎么说呢？那个自己的生活跟自己的修行面对自己的上司等等，这些都是以这样的行为来去比对比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时候又可以听到，就像常地菩萨一样的，也是有可能会产生这样，所以就是空中的这种声音也是会提醒他说不要去烦恼。那我们充满烦恼的一个众生来说的话，那肯定烦恼是重重的，每天都是有不断的烦恼，所以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烦恼。所以各种各样的烦恼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去对治？那我们自己就一定要用大智慧来对治，我们就是要静观这个怎么说呢？清净的清净心来，要对治自己的烦恼。自本作人着康着